兄弟姊妹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6年8月17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30篇，创世纪43章第1节到34节，使徒行传15章第1节到21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真救恩。牧师足爱一再来提醒兄弟姊妹，得到救恩是有条件，但是绝对毋是行到底。这个条件是根据其圣经约翰福音第3章16到17节的经文所讲的。既然相信的人就未至到特别无会反得到永生吼。这是得救的唯一的条件，就是相信啦吼。也就是讲，咱讲需要接受才会使吼。根据这个基础，咱咧论救恩的时阵，就真容易通啦吼。昨牧师伫南洋教会分享的时阵，也提到着外邦人的信，特西顿的人因为相信来得到救恩。伫即几工的时阵，咱拢讲着约瑟的故事，咱嘛拢知影约瑟的出现就是上帝拯救的计划。这个拯救毋是对雅各的家，或者是讲亚伯拉罕的家开始的，反倒当是伫埃及成做上帝计划中间的仆人。创世纪43章第1节到34节，咱继续看到约瑟的阿兄照着约定来带伊的小弟便雅悯到伫埃及。甲埃及的官员做伙来食饭。对埃及人来讲，甲遮的希伯来人做伙，因是外邦人，甲因做伙食饭是无有尊严的，就好若亲像希伯来人咧看埃及人同款。经文咱咧讲，迦南地区的饥荒真严重，雅各遐个囝对埃及带倒转来的五谷已经食了。因的老爸佫甲因讲，恁佫去甲咱买一寡米粮。犹太对伊的老爸讲，迄个人严严甲阮警告讲，若无带恁小弟来，就免想要见我。你若互阮的小弟做伙去，阮就落去甲你买米粮。你若毋互伊甲阮做伙去，阮就无要落去，因为迄个人甲阮讲。若无带恁小弟来，就免想要见我。我佫讲恁是安怎安尼害我？甲迄个人讲，恁也有小弟。因讲，迄个人一直甲阮问，阮甲亲族的代志，讲，阮的老爸也活地无？恁也有兄弟无？阮拢照实讲，阮哪会知伊会讲，着带恁小弟来？犹太佫甲伊的老爸雅各讲：“你将这个囡仔交互阮，阮就随时出发，通互咱大家大细拢活落去，免夭死。我甲伊担保，你通对我讨人。我若无带伊倒来交互你，我愿一生担当这个罪。咱若无安尼言前，阮已经第2摆倒转来。”因老爸雅各甲因讲，若是安尼，恁就带咱遮上好的土产，一寡乳香、甲香蜜，以及香料、木药、开心果、杏仁做礼物，送互迄个人。恁阁着带敬佩的云，将恁伫布地发现的云搭转去互行伊。迄个可能是失错。恁通带恁小弟出发去见迄个人，愿全能的上帝，互恁得到迄个人的怜悯，互恁迄个兄弟甲便雅悯会当倒转来。我若失落我的囝，我嘛接受。因就带遐的礼物甲敬佩的云，佮带便雅悯出发落去埃及。徛伫约瑟的面前，约瑟看到便雅悯甲因做伙来，对管家讲：“带这个人入去厝内，佮抬精神准备宴食。中昼，这个人要甲我做伙食饭。”
管家就照约瑟的吩咐去做，带因入去伫约瑟的厝内。遐个人互管家带入去伫约瑟的厝，就真惊吓讲：带咱来遮一定是因为头一遍伫布地口行咱运，要找咱的空芳，下手陷害，强迫咱做奴隶，抢咱的儿仔。因就惊换伫约瑟的管家伫门口对伊讲：先生，阮顶便落来，真正是要买粮食，后来伫歇眠的所在开阮的袋仔，无拍算，阮逐个人的银原封不动伫逐个人的布地口。当阮有早来买行李，阮另外阁有早银要来买米粮，阮毋知什么人将阮的银下伫阮的布地内。迄个管家讲：做恁安心，免惊，是恁的上帝，嘛是恁老爸的上帝，将财宝藏伫恁的布地内底，恁的银我已经收掉。然后伊就带西面出来，交互因。管家带遐个人入去约瑟的厝，捧水互因来洗骹，佮摕草料养饲因的儿仔。因就准备遐个礼物，听候约瑟中昼倒来。因为因听着因要伫遮食饭，约瑟倒来到厝，因就带入去厝内的礼物摕出来送伊，佮拍地土骹拜伊。约瑟甲因请安，佮问讲：恁所讲的迄个年老的老爸有平安无？有好势好势无？因讲：你的仆人老爸，阮的老爸有平安，还活着。因就拍昂头来拜伊。约瑟抬头看因全老母伊共老母的小弟便雅悯，就讲：恁甲我讲的线尾仔小弟是即个是无？佮讲：少年人，愿上帝施恩互你。约瑟听小弟的情大激动，赶紧要找一个所在伫好，就入去伊的厝内房间提靠。后来伊洗面了出来，勉强入内，反复开刀，因为着约瑟另外摆一块刀啊，为着伊的兄弟佮摆一块，嘛为着遐个甲约瑟做伙食的埃及人另外摆一块。因为埃及人看希伯来人做伙食饭是禁忌。约瑟的兄弟坐伫伊的对面，伊的座位照大细的次序安排，因拢真戆影，互相看来看去。约瑟将伊面前的食物分互因，毋过便雅悯得到比别人5倍多，因甲约瑟做伙啉酒宴乐。保罗第一届伫宣教中间开拓着外邦的教会，传福音，建立伫外邦的教会。侪外邦人因为安尼来受洗归主。当伊带回这个好消息了后，却引发着激烈的讨论。真正得救到底需要行割礼啊无？因为外邦人拢无行割礼，犹太基督徒认为安尼无法度得到救恩。这个论争引发了第一摆的耶路撒冷大会，讨论这个议题。上落尾定论是真正的救恩是无需要透过割礼的形式，因为必定嘛见证着主的旨意，就是要传福音到伫外邦。这记载伫《使徒行传》15章第1节到21节。经文较长，就请兄姐家己来研读。咱着爱努力来往外传福音，这是教会存在的目的，嘛是基督徒唯一的呼召，就是要将福音传到伫地极，带人来受洗归入爸囝圣神的名。诗篇130篇，上主啊，我对深渊求告你，主啊，求你听我的声，求你按耳孔听我的恳求，上主啊，你若会记得人的罪过，主啊，什么人会徛会牢？总是你会赦免人，互人通敬畏你。我迫切听候上主，我仰望你的话。我的心神听候主，比守望的人听候天光更较迫切，比守望的人听候天光更较迫切。以色列啊，着仰望上主，因为上主有不变的慈爱，有救赎的大权能。
只有伊会救赎以色列脱离因一切的罪过。恳求主时刻提醒阮，诚做基督徒的呼召，无叫阮失去传福音的热心，找见阮世界去服侍人，传扬主的救恩。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